大家好，我係 Flora。近日追創創投即追緝 CVC 成功完成咗以肇慶為背景嘅8億產業基金嘅首期募集。呢個基金計劃專注於人工智慧與具身智能等當前熱門領域，同時圍繞住追緝嘅產業鏈進行投資。作為追緝所發起嘅第一支企業風險投資基金，該基金展現咗高起點同迅速嘅募集節奏，同行業內嘅平均水平明顯唔同。喺2024年追緝成立嘅第7年內，其 CVC 追創創投僅用3個月便完成咗10億元嘅孵化基金首關。而呢啲有限合夥人 LP 不僅包括追緝本身，仲有地方政府、國有企業、產業集團以及市場化嘅家族辦公室等多元化機構。從基金成立到首期募集完成，整個過程大約耗時1年。值得一提嘅係，追創嘅募資效率喺過去2年間嘅背景下顯得尤為突出。喺目前嘅市場環境中，追創近期披露咗一組數據，舊年8月達成嘅早期孵化基金喺短短6個月內實現咗2.5倍嘅資金回報，所有被投資項目嘅估值至少翻咗一番。呢個對於一家成立僅1年嘅 CVC 而言，不論係募資效率定係回報表現，均表現出色。大家好，我係 Flora。